然永吉穿的这个衣服很少见，很漂亮啊，红色的。啊，你们两个哈哦，昨天你们在一起吃饭，看到了，他们两个连姐弟。把我吃了哈。用相机拍吗？用相机拍噻，用相机跟用机拍噻。开始了，8点钟到不了，8点还2分钟。好的，刚刚回来吗？这徐文柔。
松吉，你们可以叫松吉也可以。我这现在排的8K30，排的8K，因为有拥挤嘛，应该就排8K算了。然后做成那个1:1，1:1不做11:9，2.35:1也不做，然后做一种怀旧的那种1:1的比例那个屏幕那种，搞一个那个开起来。太多了，热不热？那天风到多几大？啊，风到热不热？不热啊，今天27、8度，有点好，有凉快的。哥两姐妹看不到了，他们在挖虫草，那2姊妹在挖虫草，学真。其实松吉你们看得出他年纪。芒果和老宋医生。
波波中。永贞也来了啊！筷子三姐妹在前面，然后是吴嬷嬷、八龙嬷，永吉、小罗，是歌唱曲珍、苏拉。等会儿还有瑞瑞要来的嘛？瑞瑞没看到嘞。这个是双蛋座，这个是走马。
曲折许温柔，后面那个不知道。不然日瓦米。
哎，瑞瑞呢？瑞瑞在直播吗？瑞瑞今天不直播吧？哎，他等会儿要过来的吗？出来吧，今天。他不过来吗？好，他说今天晚上要来啊。就是说好的来呢，他是那个鞋子在前。好。瑞来不了，他妈妈来了。
完后，独一无二。对，把老婆。哎，去这儿，往下面来。张旭正好久没来了。勇儿，看错。
红不来的比较晚，好嘞。红不来的比较晚。差不多嘛。
光大师，小的，最爱的也不是最爱的，是跳的最早的。开始在前面来吧，第一个。时光大师。
那个最好看，最好看，我觉得。康下去。下雨了，说错了，腊肠群，康下去了。我是说不对的，这个叫腊肠群。相机又够热了，拍8K 不行了，拍到40多分钟就一直够热了，要买个风扇才行。F-3呢也拍不了8K。只有用吹气的方式来散热，太热了。马上要晚安喽，最后应该睡回去哦。没有，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，9点多了。还是没跳起来。他们听不到。应该感觉完了。龙巴球球
叫那个新歌加西八宝，还有一个在放歌吧，一直放。主要他们有盘连没有那个歌曲，只有连那个蓝牙才有。郎君老婆的生日。这多少？最后一曲，看一下。人生心酸。这个就是康佳琴，刚刚记错了，这是那个是拉长琴。哇，这个有点，刚刚说有点长。有火锅庄。给蕊蕊的礼物。蕊蕊没来，给他妈妈来了，奶来了。这有火锅庄的嘛？这个有点长，7、8分钟，就慢慢摇吧，慢慢拍。我调到9点15、9点半哦。扎西去的那小吃几天啊？应该1周多以上了。我上去整，我扎西去整。
来那个，我把那个这个给等一下，我把那个取一下。取，看这个。好了，那个它装在里面的那个，就是以前那个米米，那个知道吗？韩国那个朋友，他那天有事直接就走了。直接就然后放在我车上了，然后一直。哦呀，好，谢谢。没事，不客气。本来随时可以跟他的，哦呀，因为随时基本上见不到了，基本上见不到了他。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笑，呼，笑，这儿还有，后面还有。我们现在才2-3天，我就好了。这个要不能抽烟的那种姐姐。这个是我们杨杏儿。OK， 这边是给。小罗笑一下，茄子。哥，在忙啊！要去点菜，要去点。来，我给你准备。有点下雨了。